它在养荣高中的对面。那总共呢，新建这个社会住宅是110户，预计顺利的话，应该是在今年10月就会完工。希望能缩短大家等待的时间，提前前置作业来办理招租跟公告。那同时呢，也能够吸引大家尽早来入住到这个社会住宅里面哈。我们这里面还有一间店铺，还有设置了一些社会福利设施。那店铺的部分占100平哈，那将来这个部分我们会朝向社区的一个小型商业设施的这个来提供大家一些商业服务的功能，那让这个整个社会住宅哈，那形成一个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的一个生活区。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是台南的第一户社会住宅，也是正市府无偿取得的社会住宅，总共节省公帑将超过10亿元，将因此而获得一个里民的活动中心，获得一个生活机能的商店型，还有这个9户的无障碍住户，还有包括3房型、2房型跟1房型。所以我想说，这些我们都迫不及待市府一定会尽其可能的缩短行政流程。一旦等到它的使用执照拿到后呢，我们就会尽速来进行这个抽签的作业。那相关事前的作业包括公告，包括这个登记包括登记超额的部分要抽签的部分呢，我们也都会尽速进行。等把这个前置作业进行完成了之后，一旦等到这个硬体设备完成启用，那之后呢，就可以民众可以马上住宿，而不必等到硬体完成之后，民众才开始抽签。所以我想说，这个把行政流程缩短顺序调整一下，就可以让民众最晚在明年初，那最早搞不好在今年底，搞不好就可以入住社宅好过年。那希望民众期待，那市府会加强努力。为争取 AI 研发中心设伫台南，议员游泳池上午的市政总质询，就人力、电力加土地来分析。南部虽然人力无北部的多，但伫个土地加电力的开线较无问题。议员表示，机会是留予准备好的城市。更加引用回答黄仁勋的一句：“火若盛开，蝴蝶自然就来。”市长嘛回应，台南有真好的条件。绝对会用个招蜂引蝶。蝴蝶自来啦，这讲这句话意思多深呢？我真讲互你听哦。蝴蝶就家己会来，意思讲，咱的条件是到底安怎？是土地是要偌济钱互伊，这设施也是安怎？当然咱家己市政府的经济有什么有限嘛？咱要全部处理无法度，但是你若用中央的钱呢来甲伊处理呢，条件互伊，咱有啥物条件要互伊？咱来讲，真。感谢议员，你讲的足对的。以台南现主是不管是水电、土地、人才甲人员的这个优势莫讲招迄个花若自开蝴蝶自来，咱条件已经好甲会当招蜂引蝶啦所以应该是无问题但是重点是讲，因为这考量毋若是完全咱客观的条件，各位主观的意愿。这些议员嘛关心台湾的诈骗事件。议员表示，就连司法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甲律师，拢涉嫌替诈骗集团来创钱，甚至是做顾问。不怪台湾会被考说是诈骗之岛。议员除了毋望打诈司法、加重刑罚以外，同时嘛希望警方会用个积极来加强宣导，以减少诈骗事件的发生。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进前连续的大雨，造成台南卖这个稻仔倒水。随着稻仔进入采收期，议员李忠汉表示，对后礼拜起，挂稻仔机就一机难求，原因就出伫个必须到外县市来抢挂稻仔机。对此，议员对进前要求农业局要来帮助农民，一直拖到现在，挂稻仔机一机难求。甲市府来探讨农具甲农业的比例是毋是失去平衡。台中嘛开始要挂，
你遮原本按别县市调来挂电话机，即马歹势无人会当接互你，甚至有人慢慢开始抢台南的啊！你到时阵后礼拜遐84号，真正适个时阵你要安怎挂？你看挂有倒去的拢84号啦，甚至真侪浪费嘛无收啦。啊，亲像这你要安怎处理？摆无啊，开始pun意要安怎？局长你看法？我们那个回去我们整合一下，看那个能不能来。从上个礼拜就跟你们讲，岛埔状况严重，也拜托农委会、拜托农业局，希望赶快调动机具来处理这件事情。这个部分我们有跟那个农委会有先反映过了。我最快的就是说，今年先治标嘛，再来治本。治标的部分，我们可能跟人家去抢嘛，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最大的稻米产区之一。那治本的部分是我们希望跟农业部来建制这样的一个量能，就是农业部购置更多的这个割稻机，然后扶植更多的这个团队，然后需要的时候，它就能够更予。除了挂电话机的问题，另外议员嘛针对进前大雨造成农损的部分，包括稻仔倒水、菜瓜授粉等问题，希望农业局会用派人来调查。不过当时农业局却回应，因为人力拢去看专业的损害，人力无够。对此议员嘛建议，如果欠人，是毋是会用人力的派遣？如果人员行走地点辛苦，是毋是会用派遣的人力来协商，然后再去做评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台南市民更加一个契机，原本下早要出国的市长黄伟哲，为了迎接草原执行长苏姿丰伫台南的演讲，市长嘛改变行程。在连议员过访伊的市政总咨询，嘛只敢耽误市长20分钟。会中，议员就市长第2任6档的任内，每一件来检讨市长的政见。当然好的部分，议员嘛鼓励。另外，伫市长的下半场任期，议员嘛希望市长爱勇敢来做梦。这6年之间，你是拍底。那这6年里面，你打底了之后，是不是该起飞了？是不是应该起飞啊？是就要勇敢做梦，大胆起飞。有啊，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社会住宅也圆梦了啊，第一个那个特色公园也圆梦了。这个还是我们这所有的民意代表在后面鞭策，看看其他的县市各的发展的状况。其实我们台南市很被动。而且有一些事情比较消极啦，可是在我手里圆梦，钱的问题嘛，没有在我手里圆梦的啊。啊，对啦，在你的手里圆梦啦。其实，当然市政府一直在动，但是后面推动的这些鞭策的力量，其实是最大的力量。没错，这些都是代表着台南市民的一些民意哈。所以起调还是要好好去我们来检讨一下啦哈。除了盘点市政建设的推动，另外伫市政满意度方面。议员以《远见》杂志的调查，台南市去年4星，今年4.5星，去年甲今年拢是6都排名第3。议员希望市府团队继续努力，卖做永远的第3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初春的早晨，这是拉瓦克部落在前镇河畔最后的身影。今天将要拆除最后一户，陈美金和家人也把握最后的时间，将重要的东西一一搬离。这个判决确定之后，就有11户的族人是胜诉的，市府是就是尊重这个判决的决定，然后决定要全力协助这个拉瓦克部落族人的一个安置，所以后续就不再上诉了，然后我们就启动了整个拉瓦克部落的一个安置计划。我想这大概是从这个111年年底到112年的1月，就决定启动这样的一个安置的一个协商，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有超过30次以上的一个沟通会议。对，我想那个沟通会议除了是倾听之外，然后也要跟部落的族人协商说，他们觉得，哪个地方是他们觉得最希望能够安置的地方，再就是安置的模式，还有他们可能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再次协助的。对，那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当我们在开
那个在开这个会议的时候，我们跟陈其迈市长一起开会的时候，看到这个判决的结论，我们市长其实他非常严正的讲了一句话了，对在场的首长哦，他就说哈，台湾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就是原住民，我听的是很感动的。然后他再讲下一句说，所以我们本来就应该要照顾原住民，他们的居住权我们本来就应该要重视。加油！我到更好的地方呢，我们要继续讨论呢，未来耶，对不对？好啦，谢谢你哦。是没事的。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好。一起努力，好不好？因为从他爸爸。那个时候这边还是运河的时候，他们就来，所以他当然会很不舍。面对自小长大的部落要成为一片平地的现实，陈美金忍不住放声大哭。对他而言，拉瓦克部落是父亲和众多长辈胼手胝足所建立的。如今父亲已远去，拉瓦克部落也将成为历史。可能情感上是有，当然一定是有一定的情感啦。可是妈妈情感比较丰富啦，我们做儿子的还是要比较冷静一点。对啊，我们还是蛮乐观面对未来的。过去之后还是会叫拉瓦克。你说过去那个安置的地方吗？当然一定是啊。对啊，虽然这个地方被拆了，可是拉瓦克部落绝对不会消失啊，在我们心目中，到别的地方还是拉瓦克部落。所以你觉得对那边安置那边，你觉得还满意吗？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的结果，我不知道到底满意还是不满意。我没有现在没办法回答你说满意还是不满意。可是目前市政府有释出善意啦，对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先等待看最后安置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这样子。2024年初，市府和居民历经多次协商取得共识之后，拉瓦克部落在1月起陆续拆除。市府提出在凤山的中仑异地安置，两地距离大约7公里。这个见证台湾工业发展以及高雄城市转型的部落，正式的消失在前镇河畔。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连串我们对原住民部落殖民的故事的一串。从山里面，然后从原本的部落，然后我们进行外来殖民者就是觉得就是要管理嘛，然后冲突之后便于管理这样子。那你当把人家的故乡毁了，他们开始要到都会区来的时候，我们的都会区大部分是他们建的，对不对？好，那他们形成了聚落，在都市里面安身立命的地方，你都不给任何机会存在。我觉得这个是很短视的。而且是继续是一个殖民式的想法，所谓殖民式的提供，你们的存在不具任何意义，不具任何这个需要，那都市里面不要你这个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社会里面不需要你们，所以我可以把你拿掉，那我。这个现在看起来市政府是这样子，就是我有安排安置啦，然后给你怎么样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不要讨论那个安置的内容公不公平啦，这都另外可以讨论，都还可以改善的地方有非常非常多，但是你把一个聚落拿掉，那就高雄市的历史就少一块，然后你就打叉叉嘛。我们过去我们为什么变成现在这样子？我不告诉你，有一部分我们是隐藏起来，消灭掉，因为不值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啦。我觉得从一个都市发展的角度来讲是很可惜，因为一个都市，我们看到其实欧洲或者说看一些伟大的都市，我们就觉得好了，就再讲尽这个急功近利一点，你要吸引观光客。你高雄市独特的地方在哪里？你市中心如果有一个原住民的部落，你能够让它留存，你就可以证明这个都市的骄傲的地方嘛，对不对？有多样性，我让它就是让它继续存在，而且我尊重它的存在，对不对？你这么为了发展，然后那地价越来越高，然后你整个就把
有系统的弄掉这样子。我觉得未免太屈服某项的利益，某些人的利益，或者说某种都市发展的想象这样。市府认为已经做出最大的善意，同时也认同原住民族是台湾的主人，但部落却依然只能在政府提供的候选名单中找寻下一个拉瓦克的落脚处。从怪手拆下招牌的那一天起，部落就注定了崩解的命运。新的安置方案出炉，但部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目前我们订定的这个行政契约就是说可以设定地上权设定50年，对，50年，所以就是说还可以，就是他们可以继承给他们的下一代啦，自立造屋，对，不但是自立造屋，盖自己所希望的住处，然后也可以比照他们原本在中华5路县址住处的面积，到这个我们中人基地的时候，就是多大的一个面积。那另外在新建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有中继安置或中继要住到社宅的，我们也会有提供租金的协助。那当然，他们在这个新建的过程中，也会媒合像高雄银行有一些贷款的一些优惠。拉瓦克的纷纷扰扰看似走到了最终章，这起重大事件的判决也提醒着我们必须更重视何谓人权，以及我们要如何看待不同族群在都市里的发展脉络。理论上，行政体系它天天在接触社会变动，应该都是最新有这个思维的。好，但是总之，我觉得对台湾来说，我们很高兴，整个政府体系广义来说，包括司法单位，终于有人看到最新或者说比较这个新一代的人权的概念。好，他不会单纯只是用说我就给你挑，我给你保障或者我叫你搬物件给你大，有遮风避雨，不让你流落街头，这种很狭隘的东西。那你刚刚讲，比如高市政府原本一开始讲说这原基法不具参考价值或什么，基本上我也不意外，因为现代的公务员的养成过程，一直到他后来训练整个机关运作的过程，他有去想到说族群这个正义或者说转型正义吗？没有啦，我觉得是要互相社会的不同力量、不同的概念互相冲击啦。然后公务人员要与时俱进所以我觉得司法引用了2公约，引用了这些，比如说最新的居住权的这些概念，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人权运动有一些成果这个我觉得都是很正面的事情。那现在就是看这些公务人员，对不对？你养成的过程，你训练的过程，你每天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你会不会把这些都放进来嘛？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占地为王干嘛，不是这个概念，而是人现在住到这，是因为就是有这个社会，而且都市成长的需求，它是现实。那你怎么样去让这群人能够安居，然后这个继续生活？这里面不是单纯的说我把你弄掉，然后去找地方让你住下来，就这么简单而已。但是就很可惜，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应该是好好从这些里面学到一课啦，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人权其实没有那么狭隘，还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得起历史，或者对得起社会这样。这个其实都在考验或者说呈现主政者，就是其实我们看高雄市另外一个案子，果菜市场拆迁案。果菜市场拆迁案过去从1970年代发生到后来被拆掉，中间经过6任还7任市长，里面只有一个谢长廷曾经有想要提出，由市府提出几个可能解决方案，对不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是 leadership 的问题。你有一个强，或者说有视野，或者说你有这个人权概念的这个领导，市政领导层级，你就会有可能去做出这个方向。那当我看到市长或者说市长室传出来的讯息是这样，底下公务员，我当然就会在不违法的状态底下，把我的行政去满足这个符合人权的方向。所以我经常讲，依法行政这4个字就是会害死所有的人，让公务体系的
为民服务的功能缩到最小。我有个朋友之前当潮州镇长，他就说我从来不讲依法行政，他颠倒过来，他说行政依法，他会跟公务员讲，行政是要服务人民，你就是尽量服务到法律的边界，你个走的违法啦，告一下停啦。所以他们说行政才是重点，不是依法是重点。记者刘伟婷高雄报道。新北市政府推广微笑山线大纵走旅游路线，由大洞山细段、鸢山山细段、天上山细段、二格山细段及五分山群段所组成，以山林步道为主，结合自行车道、产业道路及大众运输等路线，规划出总长108公里的嘉山旅游路径。沿途从树林、莺歌、三峡、土城、中和、新店、深坑、石碇到平溪，这条路线串联不同的山系线段，快速走入台湾独特的山林，享受丰硕资源，俯瞰城市景致，也能顺游周边城镇，去体验这座土地伴随山林发展的煤矿史、蓝染文化、茶叶产业等城市在地故事。可能蛮辛苦的，譬如说像我们去到皇帝殿，皇帝殿这边你就必须要手脚并用的爬上去。那下山的话也很陡，那所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山区，它有各式不同的美好跟困难的地方。那不论如何，我认为其实它是一个我们的市民非常非常适合安排的一个假日休闲的一个选项，而不是都是在一些大卖场或者说游乐园这样子的地方。那当然，市民透过这样的活动，也可以强健体魄。微笑山线与民间店家、组织单位响应合作，建立15间可供民众咨询的微笑山线资源的服务据点站，并依据实际状况提供各式服务。另邀请台湾知名青年书法家徐金伦为服务据点设计识别牌，打破传统形式，将书法线条与微笑山线的理念整合，作品意象别具现代创新风味。那这一次我们把5大山系作为108公里的规划的路线当中，穿越9个区从我们的士林、莺歌、土城、三峡，然后慢慢走到新店，甚至到深坑、到石碇、到平溪，也包括到中和来。所以其实这个山系这一走下来的过程当中，你慢慢可以体验海拔200到600近山之美，还有很多的生态。我相信现在这个季节，如果要看萤火虫，这整个都会是萤火虫。以这个季节看，我们刚好溪水流下来的时候，清澈一定有古花蚁，所以很多的生态就会在这个地方展现。今年也将推出10场微笑山线纵走旅游体验行程，近身感受微笑山线的美好，走入嘉山探访美好山林。首波活动从5月28号下午2点起开放报名，更多新北市旅游资讯，请上相关连结查询。记者根据新北采访报道。在轻轨的轨道旁，竟然有一片脏乱的巷道，甚至有民众将衣物晾在外面，一整片破败不堪的景象，与象征现代进步的轻轨很不搭嘎。这里是鼓山区的鼓山2路182巷到兴隆路一带，轨道紧邻这座部落，原本该拆除的违章建筑拖了10几年，还是没有处理。这条6米计划巷道已经自我做里长到今有13年，头路每年拢办会刊，但是办会刊当然安尼一年过一年都拢没有动作，所以我嘛这是真严重，这是计划巷道，这是一定要开的。这开起来对这个环境卫生，这是一个足大的改善，这也较整洁，他们生活品质也会提升。宝树里好像是被遗忘的一个社区，你若对高山路行对巷道入来拢无一条安尼正经的路安尼会当四通八达，若不是关街啦，无就是冻掉的啦。消防车啦、救护车真的很不方便。许多违章建筑的外墙都已经被贴上要求拆除的警告单，但经过风吹雨淋，已经不知道经过几个年头，仍然没有执行。当地居民也都渴望妥善处理。住得离轨道相当近的居民，甚至面临可能因失智跌落轨道的风险。我的心声就是安尼，尽量讲会当写落咧解除，会当贴起来安尼，防要过路骑车也较方便啦，较无危险啦。小朋友直接咧行，你轻轨风吹安尼，足危险的安。
尤其即摆轻轨吼，已经搁咧通啊，搁咧通的时阵吼，即个边啊吼，拢是一寡年长者，一只咧行来行去，万一伊若拄身体不适，吼，伊要骑对轻轨这边来，就会产生迄个生命的问题。新工处他们主办人员吼，点来讲，有几户在反对。我说反对当然会反对啊，你要跟人家讲说搬迁费多少啊，拆除多少啊，补偿多少啊，他们可以拿到多少钱，他们心理上就会动嘛。轻轨是现在高雄的交通门面，但在鼓山一段却有这样不美观的巷道，不仅造成观感不佳，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开辟巷道的计划对于高雄市与当地居民来说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记者朱敬伟、周福清高雄报道。